大家好，我係婷婷，又同大家睇睇香港嘅最新消息。有張網絡嘅 meme 圖，唔知道大家睇過未？喺香港傳咗幾年㗎啦，就係阿碧咸咧喺阿 Jam 嘅背脊度簽名，寫住香港水魚之都。呢張圖當然係改圖嚟㗎啦，咁係因為當年香港經歷咗美斯唔落場踢波、熱氣球節冇得坐熱氣球，同埋中東王子之亂等等啊，網民咧就用張圖嚟取笑喺香港搞詐騙呃錢係好容易嘅。話說最近立法會三讀通過咗財政預算案，咁而就住有人就話咧增加發債係會陷入財政危機嘅。咁呢一類嘅批評啦，阿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唔中意啦，就話唔投資北都啊，唔把握時機去搶企業先係不負責任咁話喎。咁其實搞好香港經濟，有優質嘅企業落戶香港創造就業，全社會都一定係舉腳贊成嘅喎。咁但係而家最大嘅隱憂就並唔係應唔應該搶企業啊，而係搶翻嚟嘅公司究竟係咩公司啊？咁成日啦都話九運嚟到啦，最有利嘅職業之一竟然係騙徒喎。而家細有細呃，大有大呃，究竟佢哋喺香港點樣如魚得水呢？以下落嚟呢幾單最近喺香港億聲嘅荒謬事件，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一齊嚟睇睇。先講一條最近喺 Instagram 熱傳嘅搞笑短片。話說早前喺會展舉辦嘅2026香港 Web3 嘉年華，本來應該咧就係向全球嘅投資者展示香港作為國際虛擬資產中心實力嘅重要活動嚟㗎，點知笑話百出喎。話說俾咗高達199蚊美金嘅入場費，入到去啦，阿片主咧就話，竟然見到全場充斥住咧大量不知名嘅內地公司，宣傳緊嘅係幾年前已經炒完嘅舊式礦機同埋元宇宙嘅概念啊，叫做乜嘢快樂星球啊、賦能相愛啊咁樣。咁片主咧就話成個場館 scam 味甚濃，即係詐騙味好濃郁啊！片主就仲影到啦，一車車嘅旅遊巴接載住內地嘅大叔大媽入場聽講座，睇落去咧有少少似0蚊香港一日遊購物團添。咁啊，場內甚至有內地公司嘅 CEO 為咗炒熱氣氛，唱歌助興啊！咁期間仲有人衝入去個會場，指控加密貨幣平台咧呃錢添。咁最後咧要由保安強行抬走，話非常之熱鬧啊！咁而最災難嘅一幕咧就發生咗喺證監會嘅高層發言嘅時候啦。大會採用嘅 AI 即時字幕系統，竟然咧就將英文 innovate 即係創新錯誤辨識為發音相近嘅呢個字啊，咁啊呢個字費事講出口啦，咁啊直接咧喺大屏幕打出咧江門命運呢句粗俗嘅中文字幕，咁啊呢個畫面瞬間洗版咗各大嘅社交平台，就連外國嘅科技媒體都有轉載。呢單嘢絕對就唔係單純嘅技術故障啦，咁而係反映出主辦方喺籌備大型國際會議嘅時候，係完全缺乏專業嘅校對同埋危機管理啊！香港一直就標榜住嚴謹啊專業㗎嘛，咁如果繼續用呢一種咧連 AI 翻譯都未搞掂就趕鴨上架嘅態度去搞創科大會，香港會唔會淪為全世界嘅笑柄呢？莫講話吸引頂尖嘅人才同埋資金啊，咁會唔會反而係惹埋一堆嘅牛鬼蛇神翻嚟，搞到香港個朵都做臭埋呢？咁如果話 Web3 嘅嘉年華搞得唔好，最多都係冇面啫。咁接下落嚟呢一單涉及百億資金嘅新聞，就真係實實在在嘅真金白銀教訓啦，甚至係惹來阿爺嘅不滿啊！話說啦，內地嘅新勢力車企哪吒汽車母公司合眾新能源喺2025年嘅6月正式被債權人申請破產重整。香港01就報導，呢間公司正咧係香港科學園同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當年大力宣傳嘅政績嚟嘅喎。
2023年8月，哪吒汽車高調進駐香港科學園，宣稱未來5年會投資32億元嘅人民幣。咁結果進駐不足2年咧就爆出破產，香港科技園更加要喺2025年嘅7月入稟追討哪吒汽車大約89萬港元嘅拖欠租金同埋服務費添啊！咁但係呢件事係咪可以避免嘅呢？其實只要稍為翻查一下財務數據，就會發現合眾新能源呢間公司喺2021年至到23年期間3年累積嘅虧損係高達183億元嘅人民幣㗎。咁近年內地嘅電動車市場競爭係非常之白熱化嘅，車企之間咧已經係大打減價戰，汰弱留強已經係行業共識嚟㗎啦。一間3年蝕咗200幾億啊，資金鏈極度緊繃嘅邊緣企業，竟然咧係可以輕易咁躋身特區政府嘅首批重點企業名單喎。咁呢啲嘅所謂重點企業嘅進駐啦，往往可能係會佔用咗科學園寶貴嘅辦公室資源同埋各項配套支援。咁呢啲嘅機會成本啊，係咪其實本身可以留俾真正有潛力嘅本地初創公司，或者係健康嘅外資企業呢？央視焦點訪談咧，近期亦都係嚴厲批評，就話內地好多個地方政府為咗爭奪哪吒落戶啊，盲目咧就抌低咗80億元嘅人民幣補貼，咁最終哪吒嘅廠房又要停擺，生滿雜草，咁被國家嘅發改委直斥咧係扭曲市場嘅內卷式招商。咁阿爺咁樣講到啦。見得到最終啦，哪吒汽車喺2024年啊，喺宜春、南寧同埋同鄉3地嘅生產線相繼停產。2025年嘅6月，合眾新能源亦都俾債權人申請破產重整，而位於上海嘅哪吒汽車總部嘅辦公室喺25年嘅9月亦都係俾員工圍堵啊，去討薪嘅。事件喺香港就亦都引起咗一啲嘅迴響，因為哪吒汽車正係引進辦當年首批總共26間簽約嘅重點企業之一。雖然引進辦就火速澄清就話，喂，我哋係冇提供到實質嘅資金資助嘅，咁但係亦都會引來外界嘅質疑，喂，政府嘅把關能力究竟係點㗎？信報嘅政情就引述消息人士就話，其實哪吒落戶之前已經係好清楚呢間公司嘅財務狀況係非常之唔掂，資金鏈就快斷，咁但係照樣成為重點企業喎。而民間嘅智庫亦都係統計出，當年過百間嘅簽約企業裏邊，有近1/4係有顯著嘅財務壓力或者合規問題。信報就話啦，有基金嘅老闆就建議，政府未來係咪應該要加強對重點企業嘅盡職審查，即係 due diligence？ 咁除咗係要直接考察公司嘅創辦人同埋團隊之外，係咪應該都要多啲向相關業界中人打聽消息呢？嗱，呢一位嘅基金老闆亦都話啦，其實類似嘅事件都唔係第一次發生㗎咯，已經改名嘅一間上市公司叫做洲際航天科技啦，都係屬於經典例子。翻查資料，當時施政報告就講到話要大搞航天科技啊，咁呢間嘅航天公司自然就水漲船高啦。當時董事局嘅成員裏邊更加係一度星光熠熠，除咗有數碼港嘅前主席林家禮之外，亦都引入咗政商界嘅名人擔任董事嘅職務，包括住林健鋒、陳家強、袁國強、古嘉莉等等嘅議員同埋前高官添。咁但係最終呢一間嘅航天公司喺2024年俾政府全資擁有嘅科技園追討半億欠租，但係呢間公司之後更加反過嚟告翻科技園違約，更加向科技園索上77億元啊！總之就非常撈教攣咁氣啦。其實政府用緊嘅係香港嘅金漆招牌同埋市民嘅資源嚟㗎嘛，咁係咪應該要更加小心咁揀公司呢？咁信報就引述基金老闆就話：呢個世界邊度嚟咁多重點企業啊？
咁其實咧，除咗香港政府之外，香港作為咧國際嘅金融中心，亦都係一直依賴緊專業嘅核數師、會計師、律師同埋保薦人做好企業嘅把關，維持住市場嘅信任嘅。咁但係近日有單新聞就震驚咗中環嘅金融圈啦。話說羅兵咸永道恒大審計案咧，就打破咗頭先講嘅信任基石啊！證監會同埋會計及財務匯報局啦，就向呢一個羅兵咸永道喺中國恒大造假案之中嘅角色咧，係作出咗史無前例嘅嚴厲裁決㗎。羅兵咸咧，除咗被內地重罰之外，更加同香港嘅證監會達成咗協議，同意預留高達10億元港紙向中國恒大嘅合資格獨立少數股東作出賠償嘅，連同其他嘅罰款係合共13億元㗎。咁並且被禁止咧半年之內承接公眾利益實體嘅新客戶。信報專欄就話啦，喺香港嘅審計史上面，係從來都未試過有核數師係要直接攞錢出嚟賠償受損股東嘅先例嘅。呢一次由證監會主導嘅巨額賠償啦，係徹底改變咗成個中環嘅遊戲規則嘅。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啦，證監會報告就指出啦，話恒大喺2019年至到去2020年嘅財年啦，將收入咧係誇大咗超過5600億元嘅人民幣。恒大咧喺物業尚未竣工啦，同埋交付俾買家之前啦，就已經提早咗確認物業嘅銷售收入，手法咧係並不高明嘅。咁但係羅兵咸永道咧就被指主動默許恒大嘅管理層操控審計嘅樣本同埋實地視察嘅行為，致使到咧提前確認收入呢一件事係遭到隱瞞㗎。呢個裁決咧就向審計業界發出咗一個好明確嘅訊息啊！專業嘅中介機構一旦係為咗豐厚嘅服務費而放棄底線，甚至參與造假嘅話，唔單止係會名譽掃地啦，更加可能係要傾家蕩產去賠大錢。市場咧就傳聞啊，香港嘅呢間叫水記嘅羅兵咸永道嘅合夥人，為咗避免辛辛苦苦賺落嚟嘅資產化為烏有，咁已經係爆發緊一個逃亡潮㗎啦，四出去揾工跳槽啊！亦都有人認為未來4大會計師樓可能係只會剩返3間嘅啫。就連代表住全球最高專業標準嘅4大會計師樓，都可以喺幾千億嘅造假案前面去喪失把關能力。咁政府喺引進企業嘅時候嘅盡職搜查咧，就更加係不容有失啦。咁啊，絕對咧係唔可以係單憑對方提交一啲好亮麗嘅報告啦，就輕易批出資源㗎嘛。而去到最後，講到缺乏把關，而令到庫房直接蒙受巨大損失嘅終極案例，就一定要提到疫情期間推出嘅100%擔保特惠貸款。呢個政策相信好多網友都聽過㗎啦。本身咧就係為咗係水深火熱嘅一啲中小企啦，咁啊希望雪中送炭，保住啲打工仔飯碗嘅。咁但係因為一啲審批機制嘅問題，已經係演變成深不見底嘅財政黑洞啊！目前啦，香港嘅100%擔保特惠貸款嘅壞帳咧，已經係進一步攀升到最近期嘅20%咁多。香港政府為咗要幫呢啲壞帳包底，實實在在損失咗最少278億元港元啦。呢一個數字咧相當驚人，要知道前排政府為咗開源節流，提出咗檢討長者2蚊乘車優惠，計到盡咧而家變成2蚊2折，每年最多都只係慳到5億元嘅啫。咁但係單因為呢個100%貸款啊，而損失咗嘅278億元，已經係足足等於政府削減咗55年全面2蚊車嘅福利開支啦。咁你話幾誇張呢？咁有信報專欄就指出啦，呢個100%特惠貸款嘅壞帳率高企嘅根本原因，就係在於當初審批嘅時候太過寬鬆，就欠缺咗防範道德風險嘅機制啊。
當時候啦，好多由一啲單一控股嘅股東控制嘅一人公司，好輕易咧就獲批咗巨額嘅貸款。有啲無良老闆就用董事往來帳嘅名義，就將喺100%貸款借翻嚟嘅錢，就全數喺公司個戶口度抽走，然後火速將公司結業清盤啊！而伴隨住最近嘅移民潮啦，更加有部分嘅借款人索性捲款潛逃，帶住咧大筆由納稅人擔保嘅貸款移居海外，咁過住啲富貴生活嘅。信報專欄亦都認為啦。咁為咗咧避免大家直視呢一個千瘡百孔嘅財政大黑洞啦，政府咧就延長咗還息不還本嘅期限。咁對根本冇諗住還錢嘅債仔而言，直情係好消息，因為俾少少利息咧就拖住唔使還錢，絕對係隨笨有精喎。專欄咁樣講得啦，突然又令到阿婷婷諗起經民聯嘅林健鋒咧。不但止就做過頭先啱啱所講嘅嗰間航天公司嘅董事，又咧喺呢個2024年要求政府續推呢個100%貸款喎。唔知點解幾件事好似都啱啱有佢份喎。總結今日講嘅幾單嘢啦，講到尾咧，其實就係個個都打住創科嘅口號嚟到香港，創科又好，創業又好。Web3 又好，航天乜嘢都好啦，究竟有幾多成真，幾多成假呢？審批嘅部門又有冇做好把關嘅工作呢？我哋香港應該係要寧缺勿濫定係寧濫勿缺呢？唔知道網友又點睇呢？不妨都可以留言講講，一齊傾下偈。今日婷婷就講到呢度先啦，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埋免費訂閱咗婷婷嘅頻道，睇多幾個廣告或者睇廣告越長，就係對婷婷最大嘅支持。我哋下條片再傾過，拜拜。